我哋今日數學常識活動日咧，安排咗一系列嘅結構化活動俾學生嘅。首先喺第一節嘅時候，我哋準備咗一個數學比賽，用嚟咧啟動翻佢哋對於邏輯思維嘅能力。接下來咧喺第二節嘅時候，我哋安排咗一啲無人機嘅表演啦，同埋一啲科學嘅魔術表演咧，去俾學生嘅，去啟發學生對於科學同科技嘅興趣，為我哋接下落嚟嘅主題活動咧打好基礎。接下落嚟嘅活動咧就係彩虹塔大作戰，或者平時我哋出面講嘅二分塔比賽。喺呢個活動裏面咧，老師會派發一啲吸管啦，同埋泥膠俾學生，等我哋思考下咧乜嘢類型嘅結構咧可以係砌得高啦，同埋穩固嘅。喺成個活動裏面培養咗學生佢哋嘅團隊合作精神啦，同埋溝通能力嘅。更加重要嘅係培養佢哋嘅動手製作能力。紙飛機比賽需要同學咧事先搜索一啲相關嘅資料，等學生了解到咧邊一種折法嘅飛機可以飛更加遠，為班級爭取更好嘅成績。透過一整日嘅團體競賽，歡欣快樂嘅氛圍，等學生咧可以啟發到佢哋對於科學嘅興趣啦、動手製作嘅能力，而且更加重要嘅就係自主學習嘅能力。